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9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这个界面新闻报道说财联社9月16日电，香港高等法院9月16日委任中国恒大的清盘人为该公司创始人许家印资产的接管人，委任高路云律师事务所担任监督律师，接管人需定期向监督律师报告，并回应监督律师提出的所有合理问题。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第一个，说明恒大这个破产清算正在有序推进第二个就是许老板的这个个人财产也被这个香港高等法院指定了这个接管人，也就是许老板对自己的财产没有支配权利了。许老板就安心的在里面蹬缝纫机千金散尽还复来只是这个许老板的这个前妻丁玉梅，还有这个前恒大的一些高管，他们资产如何处理？这个我们可以进一步关注总之，许老板对吧，名下的所有的资产，统统由这个清盘人接管。简单的理解就是把许老板个人名下的财产和中国恒大放到一起了，都是破产财产，都要拿来还债。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是《红楼梦》里面那个贾雨村到智通寺看到的一个对联好似石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个形容一下许老板此刻的心情还是比较恰当的。我们再看看央企是不是好一点。华润置地8月合同销售额同比跌 13%， 环比跌 1%， 至132亿元人民币。累计今年前8个月合同销售额1368亿元人民币，同比跌 12%。 单算这个8月份集团经常性收入 42.7亿元，也就是华润置地这样的央企它的销售额也是逐月下降，对吧？同比下降 13% 嘛，日子也不好过这还是央企中指研究院的数字他说2025年8月份百城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 0.76%， 同比下跌 7.34%。10大城市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 0.59%， 同比下跌 4.9%， 同比跌幅收窄 0.19个百分点。这个有很多人说这个怎么下跌这么少呢？对吧？环比下跌只有 0.76%， 实际上这可不少你要看同比，环比是比上一个月跌了只有 0.76%， 那你要跟去年这个时候比呢，你就要乘一个12，它是12个月去年8月份到今年8月份12个月嘛，它环比就每个月都要跌 1% 的话，那你一年就差不多跌了 12% 大概这么个算法也就是你看百城二手住宅房价均价同比下跌 7.3%， 记住了同比下跌 7.3%， 你就相当于每个月跌 0.6%好，这个环比是跌 0.6%但是现在呢8月份环比下跌是 0.76%， 这就叫加速了，对吧？或者说你每个月都以 0.76% 的价格这个下降的话，那你12个月以后那你就下降了 9%是不是就是加速下降就这意思。中指研究院数字说8月份深圳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有所下降，二手房住房成交4175套，环比下降 10.3%， 低基数下同比增长 9.8%。 为什么同比呢？因为去年8月份恐怕是这个就是跌得更厉害，那今年稍微有点数就比去年还涨了。去年是低基数，1到8月累计同比增长 27.8%价格方面，8月深圳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 0.49%， 同比下跌 2.9%， 同环比跌幅均有所收窄，那还是在下跌嘛。同时我们看看这个美国，对吧？这日益没落的美的，他们的房地产情况，根据这个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 这个提供的数字，2025年外国人在美国购房比例排前3位的国家就是外籍在加拿大在美国买房的，排第1的是中国，排第2的是加拿大，排第3的是墨西哥。中国人喜欢买房子，到哪儿都买房子，但是现在偏偏不买自己国家的房子，这就说明问题他不买你看他跑到美国去买了，还有跑到日本买的，对吧？日本的房价都涨起来了，都是中国人跑去买。但是我们一定要想一想，他为什么他国内房子他不买呢？是吧？你看那个往日不传言马云，对吧？在新加坡买房，在日本买房买楼，他为啥不在过去网红城市杭州买他一套呢？或者买他一层，或者买他一个项目，对吧？买一栋房子，是他没有购房资格吗？应该不是，对吧？所以问题在这儿我们看看这上海又是叫一骑绝尘
8月上海新房价格同比上涨5.9%，上海新房价格涨幅领跑70%。上海是硕果仅存的新房价格月月涨，年年涨。这个财联社报道啊，他说，位于上海黄浦区的嘉里金陵华庭2期于15日结束了为期4天半的认购，共吸引228组客户参与认购。就是来认购啊，仅认购金就达到了18亿。该楼共计120套房，平均单价20.5万元每平米，最贵一套房单价32.68万元每平米，套均总价8200万元，就是每一套房子平均价格是8200万，最贵的一套房价格为2.8亿。该楼盘将于9月27日正式开盘，什么意思啊？10天后才开盘，对吧？昨天15号是认购，就是大家有意向的，你过来交押金，对吧？认购金啊，交完之后，我们10天之后开盘，咱们再来。哎，结果就认购金啊，居然交了18亿，对吧？所以说你要说，哎，中国人没钱，那是不对的，对吧？你要说中国人不喜欢买房子，这似乎也解释不过去，毕竟是32万一平米啊，都已经认购完了，所以你没法解释啊，你只能说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对吧？一边是一套房子8000万，2个亿；一边是韭菜想买的房子80万的，对吧？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天天跑去看，就是不敢出手，害怕它跌啊，跌个20%就16万就没了。但是人家你看那个8000万的、2个亿的都去抢。我们再看看这个第一财经啊，它今天有个报道，就专门说这个就是第4代住宅，或者就专门说这个叫什么高得房率的房子，它标题叫得房率高达130%，打了个问号啊。他说新楼盘变相偷面积行为面临规范。说临公摊得房率超100%，近1年多来，商品房最火热的卖点不是卷价格，而是卷得房率。超高得房率成为部分新房热销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你得房率越高，对吧？如果你总价没变的话，那就相当于降价了呗，就这么简单啊。提升住宅居住的空间感本是建设好房子的方向，不过在现实操作中存在房企为了提高得房率变相偷面积的行为，比如阳台违规改造、设备平台偷梁换柱、降低飘窗高度、挤占空间提升室内面积等等。他说近期部分城市出台相应文件，进一步规范建筑计容标准。专家表示，高得房率只是打造好房子的品类之一，不管是豪宅、大户型还是普通住宅、保障房，都应向美好人居和高品质方向打造，而不是单纯的比拼得房率。那就是说有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发文要规范住宅的计容方式。这个9月15号，成都市发布一项规定，该文件全称为《成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补充规定，涉及住宅计容等问题。文件表示，阳台飘窗以及入户花园、空中花园、露台、退台、设备平台、空调板、构造板、结构板、抗震板、开场式电梯前室、外廊、空腔、镂空、花池等房屋附属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大于该项目住宅计容建筑面积的30%。我只能说中国的这房地产从业人员把这个玩坏了，就像那个餐饮业从业人员把这个预制菜玩坏了一样的。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对吧？你说就一个房子，他居然搞出30多个名词，阳台飘窗、入户花园、空中花园、露台、退台，那都是什么东西设备平台，你政府就有这样的规定，那他依然可以再造一个新词出来，看你怎么管，对吧？把聪明才智全放在这儿。有网友表示阳台及各种附属空间的面积占比达30%，新得房率又要提高了。科尔瑞四川表示从去年的20%到今年的30%，表面看是多了10%的赠送面积，但此前入户光厅，你看这个词儿就让你头晕，知道吧？什么叫入户光厅未纳入20%的限额中。本次新规将光厅明确列入到30%的范围内，原本无面积限制的光厅现在有了天花板。就我想现在就出了这个规定有什么用呢？这开发商还得在这玩字眼，说本次调整名义上提升什么板率实则是对光厅面积进行规范，抑制其无序扩张。科尔瑞四川表示，在业内人士看来，新楼盘的高得房率其实也是变相降价的方式，对旧规产品和二手房的冲击比较明显。此外，当同类产品越来越多，项目间
间的竞争也会越发激烈。当下热销的新规产品，往往是具备核心区域健全配套、价格实惠、装标升级等多个复合型优势的项目。新规住宅市场竞争还将持续加剧。近期各地相继规范建筑计容，在他看来，一方面是出于对二手房市场的保护，高得房率新盘对存量房冲击较大，也进而制约了新房市场上的部分项目售价。另一方面，核心是为了引导开发商在社区公共部分上下功夫，这对未来居住体验的增强以及转化为二手房后的价值稳定都有支撑作用。总之啊，国家对预制菜也有规定，那还不被这餐馆老板给玩坏了吗？所以说，作为韭菜啊，买房还不要光看它的宣传，还得实打实的去看看。基本上可以认定啊，当开发商、当商家跟你讲新名词的时候，大概率就是要骗你、要收割你的时候。我们再看个新闻啊，这是关于这个西安的房价，这个是华山报啊大风新闻记者报道什么事情呢？说这个有业主啊收房次日，就是昨天收的房，今天房价就降了4、5千。说连日来，西安市长安区翠景台3期的业主们还未来得及庆祝收房，就发现自己购入的房产已大幅缩水，单价从业主购买时的每平米 1.6万元直接降至每平米 1.1万元，还赠送2个车位。你说那这个收房的业主肠子都悔青了啊，大腿都拍断了。1万6直接跌到1万1，完了还送2车位。说楼盘交付次日，剩余房源突然大幅降价出售。说我们去年买的房子价格还是每平米 1.6万元。9月15日，市民刘女士向华山报爆料称，她2024年在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附近的翠景台3期购买了一套142平米的期房，总房款金额220多万啊，算下来每平米价格近 1.6万元。今年8月31日，翠景台3期项目正式交付。说不少业主收房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9月1日，有业主竟发现网上销售渠道和该项目售楼部竟然放出一批低价公底房，这批房子价格特别低，价格每平米才 1.1万多元，比我们买的时候低了4、5千元，甚至还额外送2个车位。我们之前买房人不都是成了冤大头吗？这谁能受得了？刘女士称，得知这一消息后，她赶紧到网上售房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房屋中介都在推翠景台3期的房源，且从这些中介处也得到证实，目前新房售价确实在1万1左右。这也让包括刘女士在内的一批老购房者十分气愤。集中交付第2天，房子就大幅度降价，我们当时都懵了，天都塌了。业主王先生称，这些降价房源通过平台和售楼部公开销售，意味着早期业主的房产价值瞬间蒸发。以一套100平方米的住房计算，早买的业主比晚买者多付出了近50万元，这还不包括2个车位的价值。很多业主家庭为此背负了沉重的房贷压力，现在却面临房价价值低于贷款总额的困境。这一收房，他那个资产就变成负的了，因为那个房子的残值比那个银行贷款还要少，你说是吧？业主王先生表示我们不是不允许降价，但这种交付第2天就断崖式下跌的，且没有任何补偿措施的做法，完全不顾及老业主的感受。这个业主讨要赔偿，开发商未明确答复。开发商哪有钱赔啊？开发商但凡有钱赔，他不至于这么降价卖，对吧？这就是个悖论啊！开发商降价卖，就说明他没钱，赶紧出货，卖了好这个周转，防止暴雷。连日来，刘女士等前期购房业主多次到翠景台3期售楼部，希望针对楼盘交付后突然降价的问题，开发商能给个说法，给前期购房业主适当补偿或赔付，但开发商始终未给出明确答复。开发商给什么答复呢？人李嘉诚给答复，对吧？这个北京的叫什么御景园，以前的老业主都给补偿上百万了有装修款，对吧？物业费，结果不被骂走了吗？对吧？这叫人家愿意补偿的，被骂走了这个西安的这个开发商不愿意补偿，这叫劣币逐良币。老老实实、正正经经的做生意的待不下去，对吧？天天骂他卖国。人李嘉诚那个北京那个姚家园那个项目不是降价吗？人降价对老业主立马补偿，二话不说，不麻烦政府不把这些人到处维权，到时候搞得政府焦头烂额的，对吧？人家自己内部处理给钱，但就这个不招骂了吗？说李嘉诚甩卖资产想跑
记者以购房者身份联系了该楼盘售楼部，销售人员未回应目前房源是否为公抵房，只说该楼盘剩余的楼层均为2楼、18楼及顶楼等特殊楼层，因不好出售，因此价格优惠。目前售楼部能给到的价格为每平米11500元，这说明是真事啊。这个记者进一步询问能否赠送车位时，销售人员表示能继续聊。售楼部销售人员还提醒称，最近几天售楼部关闭调整，无法接待。记者追问原因，销售人员表示，以前的老业主来维权，我们能理解，不过房子价格有涨有跌，我们也没办法。实际上，对吧？开发商谁愿意降价卖啊？有钱不挣，傻子啊！他还不是卖不出去吗？对吧？这个都面临着现金流的压力，不回还他也暴雷啊，对吧？他要发工资啊，他要交税啊，银行的贷款他要还呢，而且你要他降得快啊，对吧？现在优质韭菜能掏钱买房的不多啊，对吧？你赶紧降价，快速出手，你要磨磨唧唧的，对吧？那仅有的一点还能买房的客户买别的项目去了，你就降价，人都不买了，是吧？所以开发商果断出手。这样的事情在2025年楼市里已不是个例。据中国房地产协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有超过3200个新盘项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价格调整，其中降幅超20%的项目占比达到了31%。面对这种情况，很多购房者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办啊？对吧？你多看像我们这样的节目啊。恒大爆雷以后，就天天在这絮叨，一天一期，你不看，对吧？你这个时候跑去买房，完了之后嫌房价跌了，然后又跑去维权闹事，这不可取啊！毕竟没有人逼你去买啊。说记者联系到西安市长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称，2024年10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楼市政策组合拳，包括4个取消、4个降低、2个增加。4个取消中就包括取消限购、取消限售、取消限价、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他说，因此我们对商品房价格不干预。该工作人员表示该楼盘属性为商品房，商品房价格有涨有续，都是市场行为，也就是地方政府，对吧？他已经不干涉房价了。这个恒大刚爆雷的时候，各个地方政府还是不允许降价的，对吧？备案价基础上只能打95折，你低了就不行，让你整改。大家还记得吧？那个保利啊，动不动就被整改，他降价啊，他老想抢跑，然后就被人举报，开发商举报，然后那个老业主举报，然后地方政府就跑去整改。但是现在已经不管了，对吧？所以我认为啊，你这买了房的老业主也就不要去闹了。这个争取开发商给免几年的这个物业费，对吧？或者是给送过车位，你只能这样了。毕竟你买的房子人家交给你了，没有烂尾，这已经烧高香了，对吧？多少人买了房子烂尾啊，对吧？只是房价跌了，那这个行情下你要跑去买房，你应该有心理预期，对吧？要叫愿赌服输，玩得起，对吧？说不定它涨了呢，你不也发财了吗？所以这个事情啊，老业主去闹的话，站不住脚的啊。这个所以说把自己预期调低一点，能捞个几年的物业费就可以了，或者是能送个车位。这个房地产下行如何影响了中国经济？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楼市低迷肯定影响了经济，也影响了他的这个收入。这个在经济学家马光远啊，他有一个视频啊，他说房地产下行如何影响了中国经济？大家看视频啊。房地产喊了这么多年，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新房价格全面下跌。8月份中国经济的数据出来了，从主要指标来看的话，应该说相对于过去几个月出现了一个全面回落的这么一个态势。比如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相对于7月份在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掉到了 0.5， 应该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比较少的一个比较低的增速。那么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 1.5 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了 2.3%， 这个下滑的幅度相对过去大大的拉大了。基建投资只有 2%， 特别重要的是房地产的投资下滑了 12.9%， 消费相对于7月份也在回落，可以说逐月在回落。出口尽管8月份在回落，但是总体放到全年的增速来看的话，在3驾马车里边出口仍然是表现最好的。所以我们看8月份的数据其实我们明显的感觉到本房地产的重要性，也就是说8月份的数据的整体回落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地产还没有稳住。我们现在看房地产的数据仍然是全面的下滑，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 12.9%， 房地产的销售无论是销售额还是销售面积下滑 4.7%， 销售额下滑 7.3%， 比7月份进一步的拉大。那么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新房价格全面下跌。再看房地产的开工面积下降幅度
接近20%，竣工面积下降幅度接近20%。也就是说，房地产的整体数据没有稳住，传导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重心放到房地产上边来，稳住房地产对于稳住中国经济特别关键这个话我们讲了很多年，到今天为止显得更加迫切。而且经历这么接近5年的调整以后，现在如果说下决心的稳的话，对整个房地产来讲，稳的难度也不是很大。现在我们看到是实体经济的指标受到影响金融数据也是大家看这个居民贷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8月份新增了只有200个亿，跟去年同期比少增了1000多个亿，大家买房子的动力仍然不足，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明稳住房地产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全局的重要性。如果说现在我们还不下决心的话，那么对其他数据的影响可能会更大。这个马官员说的这些道理我觉得都是对的，是这个理但是你要说房地产下行对经济的影响波及到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他感受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比如说你又没有贷款买房，完了之后你又跟房地产行业没有直接关系，虽然你这个工作难找，收入下降了，但是你恐怕你也很难直接说我这跟那个房价下跌导致的，也就是咱们普通人很难这么去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不巧就像刚才那个西安的那些业主一样，对吧？你买了房子，结果房价一跌，对吧？你40-50万损失没了，或者是50-60万损失，这就是直接影响了你，对吧？房地产下行直接影响，当头一棒。那剩下的什么人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房地产下行好像无动于衷，对吧？虽然你一说我也懂，对吧？这个楼市低迷导致我们都经济不太好了，工作不好找，但是大家还是就是说更多的人呢还是觉得房价还是要跌一跌比较好。为什么呢？或者至少说觉得房价跌就跌吧，跟我没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一边是房价下行会对他的收入造成影响，他也知道，对吧？他也能想得明白，但是呢一边他也无动于衷，他甚至有的时候希望房价跌。这就是跟很多还没有买房的人，但是他也愿意买房，但是他还没买的这些人，对他来说假设你现在一个月拿1万一个月，好了，有时候房价下跌你的这个收入已经跌到了8000了，对吧？你工资降了，你这就是受房地产影响了，你降到8000。但是房价如果说，对吧，这100万的一套房子，现在降到了80万，那对于你来说，你是选哪个选择呢？你说，这个房价从100万跌到80万，这个经济造成下行，导致我的收入从1万块钱一个月现在降到8000。如果你还想买房的话，你一定觉得挺好的，这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我才降2000，那边已经降了20万了，对吧？你要这个速度降下去，明年我就买得起房了。但虽然我的收入也降了但问题不是房价降得更快吗？是不是这个逻辑？所以说没有买房，但是他也有买房这个需求的这些人，他就反而觉得那经济不好就不好呗，对吧？反正只要你房价跌了就行。你看看这16000的房价，对吧？一收房变成11000，对那些还没有买房想买房的人来说，这就是好消息对吧？这2年他就一下少损失50万，他就相当于他攒了50万呢。那靠他工资他能攒50万吗？对吧？他这2年工资损失因为工资由经济下行导致工资收入下降，他的损失能有50万吗？没有对吧？你哪能损失50万呢？是这个逻辑吧？所以说就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我也希望它房价跌了，虽然我也很疼，但是我感觉我这个疼我扛得住，我到时候我更有可能买房。这就是对吧？很多韭菜的真实心态。所以你专家说什么都没有用，对吧？除非说专家说提高韭菜收入这想办法把韭菜收入搞上去，那这个房价自动就稳住了。所以很多时候专家他讲的有道理，对吧？这个房价下行对经济不好以后这个房价再跌的话，你就是不是说你就业的问题，你是吃饭的问题了，你连吃饭的这个都成困难了尤其是房价越跌这个底层人越惨，你越这么说，人家越不觉得无所谓，麻木了。打个比方对吧？你西安那个房子，假设你当时要上车了，那你现在多惨吧，对吧？这2年或者1年多，你就损失50万60万，你因为经济不好导致你工资损失，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呢？没有这个多对吧？那你顶多你失业了，你也不只是损失50万了，你2年你能挣50万吗？对吧？你还能拿这么高的工资吗？不可能的，对吧？你就是失业了没工作，你2年也不只是损失50万呢。所以这就是韭菜他不愿意买房，对吧？他就等你就是把嘴说破了，你说大家都去买房，对吧？想有刚需房的赶紧去买，大家都买，房价就稳住了。没有用的，大家都不傻，所以这个时候谁买谁就变成接盘侠。这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有的时候经济学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具体到个人，对吧？我们自己也有本账。那专家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很有可能专家自己买了好几套房吧，对吧？天天跌受不了了，也有可能
所以专家要建议的话啊，还是要设身处地的啊，就是说要从韭菜的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对吧？要换位思考。这个你把自己想象成那种又要失业，但是又没房子，又想买房子，但是工作好像朝不保夕的。你觉得他应该是什么个心态？而这样的人恐怕比较多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